有時聽啲朋友講咧，即使學咗催眠治療都冇信心去做 case 啊，咁好可惜噶嘛，係咪？咁所以嚟緊呢幾日咧就會出幾條片講及一啲催眠治療師新手上路嘅時候咧最容易撞到嗰幾個板，同埋咧背後嘅原理係點樣啊，如何處理啊，咁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第一樣嘢最熱門㗎啦，經常會提及就係咩咧？好多會害怕如果個案主情緒爆發咁點算啊？甚至乎我曾經聽過啲同業咧講，唔好接一啲咧會有情緒困擾嘅案主啊，因為咧如果過程當中情緒爆發咧，咁 handle 唔到噶嘛。咁我心諗，如果冇情緒困擾，使鬼揾你做催眠治療咩？唔通擔得意咩？就係因為要處理情緒困擾啊嘛。嗱，放心，其實咧，如果案主有情緒困擾咧，好事嚟嘅。首先，佢信任你咧，先至會喺你面前情緒爆發噶嘛。咁同埋咧，往往情緒爆發咧係俾到個釋放機會咧，可以解決，甚至乎可以舒緩到啲平時有啲好大嘅壓抑啊。同埋最重要一點咧，往往情緒越多咧，等於你查一件案，佢嗰個線索越多，咁你了解佢心結何在，去解決佢嘅心結，你嘅把握咪大好多咯。所以咧，唔好再害怕你嘅案主情緒爆發啦。情緒爆發其實係協助你繼續去處理呢種個案嘅一啲有利條件嚟嘅。我係催眠治療師阿 Sam，從事催眠治療已經9年時間，協助過千位案主解除心結，揾翻情緒上面嘅自由，亦都訓練咗好幾百位嘅學員，佢哋都有能力為人解除心結，助人助己。如果你都想學習貼地、實用、講人話、人性化嘅催眠治療學問，聯絡我啦〜